对呀，你看，真的像个苍蝇蚊吧的，主人挂的，哎呀，哇，气质都变。小伟哥，小杨伟，看看谁来啦？啊，来呀，我哪帮你干啊？叫他们不要叫我黄阿爹，叫我黄老爸爸，年轻一点，我没那么老了啊！小伟哥，重新叫一下，叫黄老爸爸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这个小伟哥真的好玩。哎呦，小杨，哎呦，你哪来把这个枪神气了啦？啊，你要打谁呀？打坏人啊？啊，你们家里有坏人啊？啊，哦，你打我！哦，黄老爸爸不行啦！杨前锋，哎。在看电视啦，看动画片啦，嘿嘿嘿，过来，来，哎呦，黄老伯前几年嘛，那不大了呀，来了，一人向他见面过来，哦哟，去玩吧，哎呀，这个那你这声音不大，人呢？我人来了，怎么不见人了？哎呦喂，杨帅哥，金公主《神雕侠侣》啊，干嘛起来啦？啊哈哈。谁来啦？黄叔叔来了！你们怎么睡到现在了？啊？不过是的，哎，来呀！我年纪轻的时候也好睡的，年纪轻了睡眠就是好。我跟你们讲，我黄叔叔以前能睡到下午5点的。你们玩你们，哎呦，没带多少东西啊，都是菜呀！啊，还有2瓶老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杨帅哥，听我说，黄叔叔今天带这个2瓶老酒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好的不大了啊！哎，我私藏了很久了，一般人我根本不会给他喝的。今天真要你们这个神雕侠侣呢，哎，派上用场了，要喝了，一般人不可能给他喝的，哈哈哈。你们先去洗漱好了，没事，不着急的呀，哎，今天黄叔叔大展身手，来露一手了啊，一击大出，好吧，一击大出，哈哈。哎呦，杨帅哥，不是黄叔叔讲你啊，一看你平时就不烧菜，都是金公主在烧啊，是吧？啊，哦，金公主也不烧，哈哈，这委屈谁的了？哦，阿姨的，哦呦，搞上来，我这个穿上去像什么样子呢？啊，哎呀，来，没事的啊，不大干了，哎呀，汤油呀，哎，小伟哥，今天想吃点什么菜？黄老伯给你变戏法变出来，好了，想吃4大金刚啊？哎呦，4大金刚没办法哇，今天不在饭店里哇，在家里面哇，怎么办啦？啊，哎呦，别急，黄老伯会做的呀，啊。玉米烙、黑椒牛仔骨啊，沙律牛排啊，椒盐排条，简单来洗的啊！我黄老伯伯一级大厨啊，什么都会做，等等给你变出来啊！好，还有了红烧肉、桂鱼啊、梭子蟹、基围虾都有了，好吧，够你吃的，今天吃都吃不完，哈哈！去玩吧，黄老伯伯一会儿给你变出来啊！哈哈，杨帅哥。黄叔叔阿玲阿奶奶，哎嘿嘿，都会的，哎啊，你们先去吧，等我啊，哎来呀，你过来帮忙了，你今天来个是来呀，走了个名字，来帮我忙呢。来，赶紧尝尝看4大金刚，小杨伟，杨清风不要玩了，哎，这个杨帅哥金公主，过来，神雕侠侣，过来，卡戴珊，过来尝尝看。尝尝黄叔叔手艺，啊，这好吃了！哎呀，肯定好吃啊！比饭店里正宗了，我跟你讲，说起清楚，好吃的是小杨伟，好吃的是，哎呀，黄老爸爸以后天天来你家做，哎呦，完了，你们家阿姨要失业了，哈哈哈！哎呦，你喜欢做黄老爸爸，你经常来给你做，好吧？一句话的事情哎，哪里那个鸭子在狗力城拿给他们喝了？你这个搭配要搭配起来的呀，饮料什么搭配起来的，你不能光吃啊，对吧？好吃不是？好吃一些，哎，我等一会儿，我还有个红烧肉了，红烧肉要焖一会儿了，哎，忙着你们先吃啊，你们先吃，哎，真的喜欢吃我多过来烧，没事的啊，一句话的事情，好吧？哈哈哈，先走一个，来，杨帅哥，哎，这样真的美，真的好了，这个卡戴珊。这个红酒20零的啊，黄叔只有好，只会给你们好的了，不好也不会给你们喝的，真的多喝点好，在家里没事的，美容养颜的，真的，那再来一个，这个，哎，金卡戴珊多爽气啊，开心，哎，来去，哟，小伟哥，怎么又跑过去玩啦？啊，你饭还没吃啦？红烧都吃过了，在嘴巴里，哟。
你这个嘴巴里面鼓了半天了，怎么咽不咽下去了？又要进打枪啦？啊，又有患者啦？哎，杨帅哥，杨帅哥，去骂他干什么？去骂他干什么了？你小朋友是正好玩的年纪啊，你去这样说他干什么了？他不吃就不吃，饿了会自己会吃。哎，小伟哥，来，好了，我这个，哎，没事的，没有人说你不好呀，啊，饿了再吃好了，不打咖喱，好吧？哎呦，不，杨帅哥，你看呢？好开心吃顿饭，弄得小朋友哭他老婆干什么了？又没犯什么大错误，真的是的。哦，不哭，哦，没事，我给你教你方法，哦，没事。杨帅哥，我说你啊，现在这个教育理念要改一改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不要动不动就去骂小朋友，知道吧？尤其现在我们还自己人了，你到外面更加不可以伤人家自尊心的啊！人家以后慢慢长大不跟你亲的，心里也要出问题。你看你小时候我从来不玩，都是你老爸骂你，是啊，真的，这黄叔叔鼓励你，所以你看你现在多阳光啊！真的有点道理。今天说你也要注意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心里话，自己人说心里话啊！没事，打枪，一会儿再吃啊！菜一会儿冷了，黄叔再给你烧，好吧？好，打枪哎呦，这把枪好厉害的，黄叔顶不住了，这样，哎呀，不要哭了呀，黄叔都给你打了一梭子了，这样，明天我带你们两个小家伙去这个迪士尼啊，想玩吗？想干啥？我出钱，杨帅哥，你什么不要，我出钱啊！好了，真的，趁小朋友小的时候多带他们出去玩一玩，玩是最要紧的，知道吧？你现在还没到那个什么盯着要学习那个阶段了，小了呀，干什么的？明天好吧，杨伟、杨钱包，黄叔带你们去迪士尼。